这个甚至上错了马达话的你了的呢，上级中的的及去些当样这个嘛嘞。也因为这样心理的思维不同的缘故，佛陀所讲的法也不会相同。上级中的个去些当的，都是可能了，家里个朋友都打呢，得当同把些个出国都过去过压力。佛陀讲法的方式是看着对于所度化的众生要怎样才能有帮助，而来转出其法轮的。上级中的嘛，一般现在个去些当的听着嘛嘞。但除了佛之外，其他的导师并不是这样子来说法。老板等啊，让我去些给你的说听着嘛嘞。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说法者，绝对不是这种方式。刚一些呢，我让个刚西巴的些这个的，当然些那样的些，上级些那样的些，的怕我让个些的把生活的有把的怕些啊怎么都。切让出香港当通过有当没当，偏通过有当没当，俺早晚的哈过要嘛的过脚的。像我的话是尽自己所知的来跟各位宣讲，今天讲的是这些，明天讲的也是会这一些，我只是尽我所知的来宣讲，而这样的宣讲到底对你们的心，对你们的思维是否有所改变？能否有所改变，能否有所帮助，我是完全不得而知的。这可以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完全的没办法理解。这对的呢，前吧，但呢，普通说吧些有没中心了，对呢，适当早晚的这个嘛来。因此，由于有着完全的见知的智慧，所以宣讲的方式绝对不会一样。对，上节啦，前半碰错有，第等等呢啦，等呢甚至他妈啦，等呢这话有，现在的甚至马达我忙不，看王不马达我看王不马达我因的，第中心啦等呢，的上节中的那个秋的白，等呢张忙不，家全部修卡上了。因此，佛对于一切的佛本身，那么有着完全圆满的遍知的智慧，而对于一切的众生又有着无所偏袒的慈爱。那由于听讲的众生，他们的根器、他们的思维完全不相同的缘故，因此才会出现这么多种种不同的法门。咱们那个人呢，除了家切许因为也许的，卡切的说了呀，都代表你怎么都没多啊。这个世界上据说是最大的宗教的回教或者是基督教，他们的经文也才那么少的1-2本而已。对，上次兄弟来了，家全部忙不休息有的，大多数他们在忙到我白忙不来的，因为错人就多的。但呢，年头个特别十万些的，上就是什么特别十万些的，上下就特别10万些个，人把那把送个能啦，多呢些对不对？佛陀所讲的经，所讲的佛语，可以说极为的广大，而又完全的不尽相同。但是加以归类的话，我们可以归类成为声闻乘、菩萨乘跟密乘等这3种次第来加以区别。但呢，他去的时候也不大，现在那个的时候呢，你这个特别的做大的，讲那马哈也那些特别全部都做大的，不然呢做上下大的。所以这些教法广为的弘扬，在斯里兰卡就所弘扬的兴盛的就是小乘声闻乘的教法，在汉地所兴盛的就是大乘的佛教，那在西藏则是弘扬了密法。因为啊，他这个送钱个没有几百的。然而这3者的目标是相同的。让生都要的，没有几人也把的让生都要的。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降服自心。让生都当这样，但呢，给住的帮个过呢，让生都要这样的，那个几百的。
所谓的降服自心，也就只有一种而已，那就是行善止恶这个诉求。상제 좀 된데 그 되네 공내 샤지옥도 ben에 가서라 템바디 상제제 템바 용조 그촌 도르두지 그 쇼로 그 제요래 또 디나노라 다 다가란라 오래 에네 게 득바 빠와다 게브 드바 게와 드바 고네 란셈 도리아테 콩그 시야 그 템비 닝고 대인송 쇼로 그 제크난了 对你谢쇼래 佛陀还在世的时候，他将所说的教法加了一个总结，一句记的方式来总结这当中的内容。所说的是要能够行善，要能够止恶，要能够降服自心，这就是他的教法的精华。다 랑셈 도르세도 yen다 탑지 강제요 말에 랑그 주되니라 다 뇨몽바 되네 너차 세당 또목 솜데 뇨몽 쪼라 되는데 디게 뇨몽도 좀 매발세야 되리 降服自心没有其他的方法，指的就是将自己心绪当中的烦恼、贪欲、嗔怒跟愚痴这三毒是主要的烦恼加以降服。 되네 랑주일 뇨몽 제바르 세발라 제지 그 주진테 숨야래 自己的心绪当中升起烦恼的起因有三种。 당보 되니네 되네 랑그 셈주 되니라 뇨몽보 박차 요데바 데리 第一项是在自己的心绪当中有着烦恼的习气存在。 되네 니바 되니네 다 너차 세당 또목 제지 그 요르도소 나랑라 녀오 차용로 이동어 그 우보던 태용네 너차 제용으리 머가와 그 요르당 손 태용네 세당 제용거리 되네 드주그 내서 하 먹어왔대라 또목데 데데 다 요르 녀와라 니바 되니네 너차 세당 제지 그 되네 요르 녀와 주바데리 第二项指的是与能够升起 贪嗔痴三毒的对境过于接近而产生的，比方说，当看到乐意的对象或说对境的时候，会升起贪欲；当看到心不欢喜的对象时，或对境时会升起嗔怒。而对于这些的情况也好，或说对这样的实相也好，一无所知，就是愚痴。 되네 숨바 되니네 셈근 지당게 노르네 되네 참참 가지 다 참스 세멘다 심지 탐제 파마가 랑지 나랑라 피 땅킹가 가든지 임바이네 대 하모 카헤 드랄전 카헤 드롤전 덴드시는 지당 노르고 고네 되네 가서 녀몽제야 다 디코네 라와게 되네 추과 자야라 소바 네소르도 수고리 대든 지당 노르와게 고네 수마리 第三种是心的支持方式的错误，比方说，父母对自己是慈爱的，是爱护的，但是因为认识的方式的错误，有些人会因此将父母认作是敌人，或者是又将某些对象看作是自己的友伴等，因为这样的认识方式的错误，借此 产生了烦恼，或者说因此而引起的烦恼，这是认识方式的错误。等特别切穷哈当结巴参嘛，个大早个没有些呢，那个的，等get up 的帮个让什么多话结巴也那样，第一个 get up 的帮个让什么多话个等他们了切巴的全部进进来的呢，东哈拉说不切巴的送来。 虽然无论大小或者是显密乘，所要求的都是要能够行善止恶以及调伏自心，然而因为所依止或者说所采用的方便的法门不同的缘故，因此呢就出现了显教跟密宗这样的区别。这印度的呢，东哈是呢，大特别切穷哈当结巴，孙强干没的谁呀？的咖喱店的干没的谁呢？ गेड्रुप दुपं रासम दरवाला नेगा चिबा यिम जुमसिन ला तेने गारमेरी सेगोरे 因此，我们说，无论大小圣或者是显密，这三圣
那么完全是无所执爱，是能够互相贯通。指的是哪一点呢？指的就是在行善止恶跟降服自心上，这是完全相同。Tene gedrop dekwang sesi ke tablan te manda wa jumsin la tin ne chepa sungwari. 然而，因为所依止，就是说采用的方便的法门不同的缘故，因此就出现了这些不同。Te yindu tene donga ta thikpa chechong ke chepa de kangre sina tablan tene ma thamanyon ta kala ke chepa re la ta nenga dodo de deri. 所以，如果问说大小乘显密这两者的差异在哪里的话，那么差异就在于法门的多寡跟辛劳的大小来做区别的。Pena tene thikpa chimbu na lo ne tene jimba tong guba te xie ya re. 比方说，在大乘里面宣讲着必须要布施。Ti ke jimba tang thap to so ne ta phar chewa te ngarang la gang yebe ke ngubo to so ngu so nga chu pe kha mal jimba ta ne tawa na yin te ya ka thapla te zo ri. 而布施的方法就是将自己所有的这些实际上存在的物质，像是以钱财布施的这样的方式，确实的来施予。